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11月2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篇，撒迦利亚书第12章第1节到13章第1节，马可福音13章第9节到2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灾难。秋冬是台湾地区或者是说大洋的东岸北风比较强烈的时期，也因此入秋以后属于热带性低气压的台风就应该会比较少。但是今年的天气却是非常的异常，不知道是因为东北季风太弱，还是热带性低气压仍然够强烈。到了立冬11月7号以后，仍然有台风进入到台湾，并且还有4个热带性低气压同时的形成。这个时期的台风一旦进入到台湾，影响台湾，无论它是强烈的、中度的或是轻度的台风，都会为台湾带来那种有灾难性的这个灾害。撒迦利亚书12章第1节到13章的第1节这样的说道：以下是上主所启示有关以色列的信息。上主铺展诸天，创造大地，赐生命给人类。他说：我要使耶路撒冷像一杯酒，周围的国家喝了要摇摇晃晃，像酒醉的人。他们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也要围攻犹大其余的城镇。在那天，我要使耶路撒冷像一块沉重的石头，想移动这块石头的国家都要受伤。世上所有的国家都要联合起来攻击耶路撒冷。在那天，我要使他们的马匹受惊，使他们的骑士发疯。我要看顾犹大人民，使他们的仇敌的马匹下咽。那时犹大各宗族要自言自语，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赐力量给住在耶路撒冷的子民。在那天，我要使犹大各宗族好像林中的火，禾场中的火种，他们要烧毁左右邻国。但是耶路撒冷人民仍然要安居城里。我上主要先使犹大军队得胜，好使大卫的后代耶路撒冷的人民所得的荣耀不会超过犹大。在那天，上主要保护住在耶路撒冷的人，即使在他们当中最软弱的，也会像大卫那样坚强。大卫的后代将领导他们，像上主的天使，像上帝一样领导他们。在那天，我要除灭想攻打耶路撒冷的每一个国家。我要使大卫的后代和耶路撒冷其他的居民充满怜悯和祷告的灵，他们要仰望被他们刺死的那一位，为他哀哭，像死的独子的人一样。他们要痛苦哀伤，像失去了长子的人一样。在那天，耶路撒冷要哀哭，像人在米基多平原的哈达临门那样哀哭。这地的每一家都要为本家哀伤。大卫的家族、拿单的家族、利未的家族、
示每的家族和所有其他的家族都要为本家族哀伤，男的、女的分开举哀。13章第1节，上主万军的统帅说，在那一天，我要为大卫的后代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，把他们的罪恶和污秽洗涤干净。那个不接受上帝的，就如同人要面对灾难一样，要面对痛苦，如同失去家人一样的哀伤。对他们而言，生活就是一个灾难，所以就应当要恳求上帝的保守与看顾。耶稣基督也提醒跟随者应当要谨慎，因为将来要面对被陷害、被送到议会受鞭打、受审判。马可福音13章第9节到23节这样的说道：你们自己要当心，因为人们要逮捕你们，交给法庭。你们要在会堂上受鞭打。为了我的缘故，你们将站在统治者和君王的面前，为福音作证。但是福音必须要先传给万民。当他们逮捕你们，把你们带到法庭的时候，不要事先忧虑说什么。到那时候，上帝指示你们，你们就说什么。因为你们所说的不是自己的话，而是圣灵借着你们说的。那时候人要出卖亲兄弟，置他们于死地。父亲对儿女也是这样，儿女也要跟父母作对，置他们于死地。为了我的缘故，大家要憎恨你们，但是坚忍到底的人必然得救。你们要看见那毁灭性的可憎之物，站在他不应该站的地方。读者必须领会这句话的含义。那时候住在犹太的，该逃到山上避难，在屋顶的就不要下来，也不要在屋子里面去拿任何东西。在农场的，不要回家拿外衣。那些日子里，怀孕的女人和抚育婴儿的母亲就苦了。你们要恳求上帝，不要让这些事在冬天发生，因为那些日子的灾难是从上帝创世以来未曾有过的，将来也不会再有。要是主没有缩短那些灾难的日子，没有人能够存活。但是为了他所拣选的子民，他已经缩短那些日子了。如果有人对你们说，瞧，基督在这里，基督在那里，不要相信他，因为假基督和假先知将出现，他们要行神迹奇事，尽其所能的来欺骗上帝所拣选的子民。你们要当心，我已经预先把这一切事都告诉你们了。经文当中预言了将来所要遇到的困境、灾难，因此跟随者必须要谨慎，免得入了假基督假先知的错误影响。让我们能够紧紧的跟随，恳求上帝的保守。诗篇13篇，上主啊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永久吗？你转脸不顾我要到几时呢？悲愁日夜侵袭我，我还得忍受痛苦多久？敌人向我耀武扬威，还要多久？上主我的上帝啊，求你看顾我，应答我，求你恢复我的气力，使我免于死亡。别容许我的敌人说，我们就把他们打倒了。别让他们因我的失败而欢乐，
然而我依靠你不变的爱，我要因你的拯救喜乐。上主啊，我要向你歌唱，因为你施恩厚待我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随时的警醒，不受到末世假先知、假教士的影响，保守我们不遇见灾难，靠主得到保守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